今晚會去到重慶北，行一個重慶相當大型嘅民生夜市——民心家園夜市。輕軌乘搭紫色嘅10號線北上，就可以直接去到民心家園站架啦。到站大約步行5至10分鐘就可以到達夜市。沿途已經開始有人擺緊攤。民心家園夜市另一個名又叫網紅夜市。佢之所以咁出名，因為入面好多檔主都係網絡紅人，仲會邊擺攤邊直播。話咁快就來到夜市門口啦！入面美食多到眼花繚亂，一齊周圍打個圈。啲嘢食相當之平，平至幾蚊都有交易。呢檔薯片即炸即食幾吸引。網紅手抓餅，好多人嚟睇佢包餅嘅表演。手打檸茶大杯，睇佢做到停唔到手。呢檔半亭涼麵可以話係檔中皇后。食佢個麵要預先網上預約，呢個麵都只不過係7蚊碗。現場來到已經遲咗一步啦。Sorry 啊，佢準備收工添啦。再睇下其他網紅檔。呢檔我有幫襯，長沙臭豆腐10蚊人仔一碗。平時我哋嘅臭豆腐都係乾身，佢呢隻就係濕身嘅。另外佢個樣就係黑色嘅。
嚟到另一檔人氣店，就係呢檔貴貴的烤腸。佢嘅賣點就係由人氣女大學生網紅親自主理。貴貴嘅烤腸，但就一啲都唔貴，落咁多心機逐條燒俾你，講緊都係3蚊人仔一條咋，真心抵到爛。外皮燒到脆卜卜，加上有多款醬汁選擇，再周圍行下，重慶特產烤豆皮，網上啲人話必食，但我就冇太大感覺。最貴呢粒椰青，20蚊人仔一粒，但真係好解渴。後面帳篷有啲座位俾大家食下嘢。文心家園就睇到嚟呢度啦，希望你會 subscribe 我啦，謝謝收看，我們下次見。